时间还没到，但是我们就邀请大家也跟我们一起整个团队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好，那首先我们就一起在心中默祷，然后恳求主的圣灵能够在今天晚上的祷告会中带领我们，不论是侍奉的或是一同敬拜的，我们都能够在心中所需要的事物上与神对话，与神亲近。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来默祷，或是一起开口祷告。好。我们也为还没来到我们当中，或是我们所挂虑的弟兄姐妹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这个周五的晚上，天气也变得比较的凉爽。我们谢谢你在大家工作完能够来休息的时候，主啊，我们是来到你的殿里面来寻找那极深的安息。父啊，愿这样的安息成为能够使我们的灵苏醒的一个力量，也能够使我们焦躁慌乱的心得到平安的一个力量。父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力量并不是出于我们，而是出于你，你是我们生命的泉源。主啊，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无论是侍奉者，或是我们一同敬拜的，我们都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来支取你这生命泉源的力量，你的话，还有你的灵。愿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就等候一下，开始了哈。好。那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那在今天的祷告会呢，我们就一起用经文与诗歌，聚焦于那真正赐给我们生命的主，以及各样恩赐的神。那我们先一起来看一段经文，我们一起念好吗？预备开始。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诗篇116篇1到2节。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在今天晚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挪去那拦阻我们的，使我们无法与你亲近的事物，不论是身体上的，或是心灵上的，或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或是无法抑制的悲伤，或是无人知晓的担心以及焦虑。所以愿你在今天晚上增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知道在每个隐秘的地方你都同在，也让我们有平安来与你分享我们心中那最在乎的事情。请你给我们在今天晚上有这样的一份恩典，就是我们在你面前愿意放下一切想要控制万物的心，想要坚持各样自己欲望的事情。也请你帮助我们愿意拥有从你那边的那份平安，你掌权，你同在的平安，让我们在你面前学习放手，学习信靠，在祷告中你帮助我们深深的依靠你。谢谢你，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个时候邀请我们先一起来唱这一首歌，每一天我需要你，恳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圣灵面前，让圣灵来光照我们心中每一个角落的黑暗。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
到施恩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真的每一天都深深的需要你。
邀请我们大家这个时候花一点时间，我们为自己的身心祷告，愿圣灵激励我们，让我们深深渴慕能够拯救我们的主。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主，在你面前，主啊，很多时候我们是盲目的，我们没有看法，我们的生命是深深的需要你。我们以为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能力，更多的自由，或是更多的力量，或是更多的智慧。但是主，在你面前，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自己什么都不是，我们单单需要你，需要依靠你。恳求你帮助我们有这最宝贵的认识，帮助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在谦卑当中得到快乐，我们在顺服当中得到力量，我们在放手的过程中，我们得到全然的自由。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再一次来说，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在今天这个祷告的日子，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拯救以及良善，因为在世间有许多我们自己期待、我们自己想掌握的东西，但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掌握一切的力量，并没有掌握一切的智慧。然而在你面前，我们看到自己的渺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的伟大，我们就知道你是用各样的恩惠来护持我们日常的万物，以及我们每日的生活。等我们归向你，求告你，你保护我们生活的一切不致崩溃。所以亲爱的主，愿你帮助我们在今天能够抓住那真正能够安慰我们的心的，就是你的大能、你的力量，还有你深深的同在。愿你真的让我们体会到从你那边的安慰，而且在弟兄姐妹当中明白你的爱。谢谢你，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好，你们可以先回去。好，在诗篇116篇5到8节，我们一起这样念，好吗？预备开始。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有怜悯。耶和华保护愚蒙的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啊，你要复归安宁，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跌倒，我们一起看这段经文的段落。在这段小小的段落中，我们看到诗人有2方面的经历。第一，正面的经历，他经历到上帝的恩惠、公义，并且体会到耶和华的恩惠，因此他大声赞美耶和华，这是他正面的体验。第二，他也有一个极阴暗的体验，就是诗人清楚的在他快要经历死亡的境地中，他知道自己是愚笨的，也知道自己落入了非常卑微的地步。在第7节，在第8节，我们看到他
发现自己本来是应该在死亡、流泪，还有使人跌倒的地方无止境的徘徊，但是因着耶和华的恩典，他免于死亡，不用流泪，然后也不用失足，他在这边体会到了死而复生。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有的时候我们生命的阴暗面并不会日日的威胁我们，向我们来显露。我们一般的人也不会一直让自己浸泡在这种很负面，我自己好像要死掉，我好像非常卑微的这样的情绪中，因为这样的情绪或是认知让我们太过好神。所以神赐予我们当中的某一部分的人，能够有平静的年日，可以安静，可以反刍，可以去沉思神引领我们的脚步。但是我们当中一定有更多的人是经历过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担忧、焦虑以及无止境的茫然袭来。我们可能焦急于未来的难以控制，可能沮丧于过往的生命中找不到意义的那样的事件或苦难，或是为自己的错误懊悔，或是在各样的选择中仍不知道该如何前往何方。这是我们生命中的死亡之地。在死亡之地，我们才发现我们如同诗人所说的一样，我们是那愚笨的人，我们是即将流泪的人，我们是随时可能失足的人，我们是随时可能跌倒的人。然而在这个短短的116篇的这几节当中，诗人的见证给我们极大的应许，就是当我们平常好好的，可能不是将死之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活在一种平安的自我认知，或是一种平顺的一个状态。但是当我们如果真的发现了自己已经在死亡之地徘徊，我们发现了自己竟是那愚笨的人，我们发现自己竟是那必须要每日流泪的人，我们若发现自己就是那不断失足跌倒的人，我们若发现自己是那一错再错的人，诗人在这边给我们的一个见证，他说在这样的时候，耶和华曾扶持他的心能够复归安宁，因为耶和华是后赐予人的上帝。在这样子的时候，诗人曾经历到主救他脱离死亡，使他的眼泪不再流，使他的脚不致跌倒。我们很害怕自己变成那个将死的人，但是当我们真的成为那样的人的时候，愿爱我们的上帝使我们不要害怕，因为在濒临死亡的人，有这样子的主愿意扶持一个濒死之人。我们的主是软弱人的主，是孤儿寡妇的主，是愿意扶持陪伴伤心人的主。这个是诗人在他的死亡之地跟我们做的见证。愿这样的见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安慰，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明白我们为何今日那么需要主的一个原因。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孩子要感谢你，在日常的生活中，你让我们许多人是能够平顺的生活，平顺的来建造或是来维护我们所需要的环境。但是主，我们当中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是藏在死亡之地，或是在黑暗之中，不论是心灵上的或是具体上的，我们都在面对极大的挣扎。但是亲爱的父，在诗人的这个祷告中，我们知道当我们真的成为那样子阴暗凄惨的人的时候，主啊，你没有离开我们，因为你曾经在那样子的阴暗苦难之地待过，就是你主耶稣，你曾经受过那样的苦难，而你也在那样的苦难中，借着主上帝你复活的大能，是知道我们能够胜过这一个，而且也帮助我们重新抓到能够赢过这一切的一个方向。所以亲爱的主，帮助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在自己失足茫然的时候，我们掉下去的时候没有人接住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地方你就在那里，你成为我们的恩惠，成为我们的扶持，成为使我们能够重新站起来的力量。愿你帮助我们当中任何软弱的人，使我们的泪不再流，使我们不致跌倒，使我们不在死亡的阴间也不停的徘徊。主啊，因为在那里你同在，你的生命还有应许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时候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唱第二首歌，主是我们依靠的力量。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保障，你是我的理想。
是我的一切，你何必对中的城堡，我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是我的一切。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我们再次来说，主是神羔羊。曾走过那死荫之地，当我最爱和羞辱，是你不过我梦救赎，你是我的一切。当我跌倒，你扶持我；当我干渴，你充满我，你是我的一切。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为以下的事项来做公祷。第一，我们为家庭、教会软弱的肢体来祷告。我们可以按着上面的列点一起来开口祷告。主耶稣，当我们的家人、朋友或我们自己正在经历受苦的时候，主啊，你告诉我们在苦难中你深深的同在，你经历过那被弃绝、被背叛的痛苦，但是主，你没有让我们的生命只停留在这边，因为在那
之后，我们信靠你的时候，你要让我们走你走过的路，就是那经历被上帝来抬举的一个复活的大能。因为我们荣耀你的时候，你也深深的荣耀我们每一个微小的生命。所以主啊，我们在这里说，生命是属于你，愿你帮助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在茫然的痛苦中，能够蒙你的引导，找到那真正使生命喜悦的路，就是那死而复生的路，是天上的父赐给我们的路，引导我们，开我们的眼。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接着来为下一个事项来祷告。第二，我们为会友的灵命，还有教会的各项事工祷告，愿富强教会成为上帝所喜悦的教会，也为着周日长职改选的筹备，整个流程顺利，而且大家蛮有从神来的智慧来做选择，来祷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一起就保守这样教会，上帝，你所许愿的教会，你所赐恩典的教会，你所赐名分的教会，你所保守的教会，所有的支持、奉献、任何的人员从工作者，因为就保守他们一起在开始之后选出我们所喜悦的，所喜悦的。每一个人在跟随你的时候，我们清楚以你的生命为标的，因此当我们无论是侍奉者或是担当各样的服事的，主啊，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不会孤单，而且我们知道当我们担负这个责任的时候，这是最轻省的担子，因为你挪去了我们生命中本来不该承担的，而是担当了那个能够来荣耀你的一个侍奉。亲爱的主，愿你帮助我们有一个从你而来的眼光，知道我们手中所对你做的服事是那最好的服事，是那能够留到永远的一个服事，是能够谦虚在你面前领受你各样恩惠的服事。所以愿你看顾富强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怕跟随你，不要在跟随你的这个责任中有所胆怯。主啊，因为跟随你的时候，我们要经历更深的你的同在，就是你的大能在我们当中牵引我们的同在。愿你增添给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各自的岗位中有勇气与力量，来进行你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所进行的服事，无论是传福音，无论是陪伴自己身边的人，或是各样微小的事。主啊，我们知道你不轻看，愿你把那珍贵的身份是放在我们心中，我们不轻看自己。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着我们为第三样事情来祷告，我们一起为国家的领袖有智慧祷告。第二，我们也为神的国度扩张，使世界有盼望，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期待你让在台湾各地的教会，就是让各地的教会，还有我们的富强教会，能够成为在此时此地宣扬你福音的地方，宣扬你见证的地方。主啊，愿你把那许许多多从你而来的故事是放在你的教会当中，使我们能够让世人看到主啊，作为你的子民是何等的美善。所以亲爱的父，愿你的恩典还有力量是深深的改变我们，还有激励我们，让世界上充斥着各样的声音的时候，各样的势力或是力量在交战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很宝贵的声音，就是你赏赐给教会的声音，那是你福音的声音，是能够帮助人生命得到真正的全员的声音。所以亲爱的父，愿你帮助我们渴慕听到这样的声音，而且我们也愿意接受这样的声音是发生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中，好叫我们有故事可以传讲，我们有可以说的话可以传得到，来向我们周遭需要的人来说明。愿你把这样的力量还有平安是放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中，我们在做这场征战的时候，我们是不害怕的，我们也能够落实我们在这个社会中所应尽的各样的责任，有好的分辨力以及好的生活的见证。谢谢你，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来唱第3首歌。
愿我们在每天的生活能够落实深深爱我们的主这样的心志。主，我心爱你，我渴望活在你的怀里，每天与你同在，享受你的大爱，医治我受伤的心灵，改变我原有的生命，引导我当走的路。今天的服侍，求你托住。哦，主，我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愿你来雕琢，使我能更加像你，带着耶稣的香气。哦，主，我求你吸引我，带我进入你圣洁居所，让我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国祭，奉献一生跟随你。愿主吸引我们在各样事上侍奉他。主，我心爱你，我渴望活在你的怀里，每天与你同在，享受你的大爱，医治我受伤的心灵，改变我原有的生命，引导我当走的路。今天的服侍，求你托住。哦，主啊，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愿你来雕琢，使我能更加像你，带着耶稣的香气。哦，主啊，求你吸引我，带我进入你圣洁居所，让我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国祭。我们跟主说，愿主来改变我们，奉献一生跟随，改变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哦，主啊，求你改变我，心思我能更加像你，带着耶稣的香气。哦，主啊，求你吸引我，带我进入你圣洁居所，让我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我祭，奉献一生跟随。把我们的心志摆在我们的主面前。哦，
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活祭，奉献一生跟随你。邀请我们这个时候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当我们专注在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爱，也没有力量来活出像你一样的生命，也没有这样的心智来走你走的路。但是主，当我们定睛于你的时候，我们发现你生命的气息是如此的美，如此的芬芳，如此的有影响力，是胜过我们看到的一切权势、金钱、力量、智慧。那是属于你的智慧，是我们世人所不能明白的。但是主，我们看到你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深深的受吸引。我们想要走跟你一样的路，所以愿你来调整我们的眼光，调整我们的心智，调整我们的角度。主啊，我们知道你没有加薪美容，你走的是一条仆人的路。但是主啊，你所带来的那样子的美丽、影响力，还有带给生命的力量，是这么的充足，这么的充满恩典。有这么多的爱是从你身上流溢出来，我们也每个人都是领受者。所以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在领受到这份恩典的时候，我们愿意走这条跟随你的路。主啊，因为这条路你不会让我们失望，你会让我们找到那生命的意义，是超过我们以前所求所想的。所以愿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侍奉中，主啊，我们用你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们用你的眼光来面对每一天的生命。我们能够用你的眼光来看到世界上许多角落的需要，许多角落的孤单、黑暗、陪伴，是我们能够依靠你去走进去的，不害怕去接触、去面对的。主要让我们有勇敢、壮胆的心，去承担起你放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呼召、这个使命，就是能够使万人来做你的门徒。愿你帮助我们不害怕，在各自的场域中来做你那美好的见证。不只是在靠自己，而是依靠你的大能，还有你那美善的力量。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周都能够再一次回来坚定这个心智，让我们的心智专注在那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上。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后我们一起用富强教会的祷告文一起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主耶稣的宝血遮盖高抹在富强教会及牧者与所有会友亲人产业上面，差派天使保护我们，求圣灵光照富强教会，看见自己的破口，不容许撒旦在我们身上有任何攻击的机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将喜乐、属天的能力与平安高抹在富强教会和弟兄姐妹身上，帮助我们成为神荣耀的器皿。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谢谢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教会、为彼此的生命来祷告。那我这边有几点报告事项。第一点呢，就是夏牧师、谢牧师今晚外出，他们去打桌球赢得胜利这样子，所以我们也为夏牧师和谢牧师他们的身体，还有他们外出的路程平安来代祷。然后第二呢，有一个很重大的变革，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周五恩典时刻的祷告会呢，要在11月5号回到地下室喽，而且我们的网络直播也要暂停了，就是让大家能够更凝聚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好，那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呢 ？OK， 有一个手势哦。好，您好，我们拍手欢迎他好吗？能够跟我们说你的名字吗？二女儿，郭妈妈的二女儿。好，欢迎你，欢迎你。对，很高兴欢迎你来到我们教会。好，那我们弟兄姐妹也可以去认识他。好，那我们就跟隔壁的弟兄姐妹说，愿你平安，今天晚上满满祝福，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我们接下来小组的时间。